我加入咗粵劇行列啊，已經超過30多年啦。身體累積咗好多個痛症，肩周炎、肩頸痛、腰背痛、膝關節痛，我所有四肢都係疼痛嘅。好多動作唔可以再重做，舉手啊，唔可以太高啊，同埋去後邊又唔可以太遠啊，會影響到我自己個揮灑自如。Ank 機能再生，讓我踏出第一步，勇敢面對痛症。問題解決咗，做粵劇得心應手。1990年開始成立自己嘅劇團啦，一路學一路做，多謝好多觀眾嘅支持啦。一出道嚟講咧，新人係唔係太多人認識，但係觀眾好愛錫我哋，一路都支持我哋。我記得我睇電視嘅時候咧，我好喜歡睇古裝片，加上我自己媽媽咧係一個粵劇迷嚟嘅，我就會喺落鄉神功戲即係搭戲棚演出戶外嗰啲咧，見到五光十色嘅戲服好漂亮，個心好想我希望成為一個演員，同埋一個出色嘅演員。初時同屋企人講，同爸爸媽媽講咧，我想學大戲，即時一個好反對嘅感覺就係話，點解要學大戲？咁直至到去到中學時期咧，我真係偷地啦，走上去八王學院報名讀書，學粵劇練功咁咯。1994年啦，出道冇幾耐，就因為喺練習嘅時候受咗傷，但係可能有機會取消演出。我係帶傷去出舞台，我覺得我能夠行得、喐得、唱得，我都堅持繼續演出。我唔希望取消演出，因為觀眾會好失望。我能夠有一口氣，我都會踏出舞台。觀眾謝幕嗰剎那嘅掌聲係個鼓舞嚟嘅，年青嘅後生仔啦，陪住屋企嘅長者入嚟睇大戲，好窩心啊！辛苦嘅經歷啊，都會忘記晒。觀眾支持我哋要回饋觀眾。人如果唔努力嘅話咧，你機會幸運降臨，你都冇辦法可以把握得到。所以趁佢哋未到之前，一定要努力。同治療痛症同一道理，俾我有機會認識 Ank 機能再生。讓我踏出第一步，勇敢面對痛症。完成療程之後，我可以重拾健康，痛症消失，機能有所提升。而家嘅我變得更開心，更有滿足感。我而家可以繼續我嘅粵劇事業，同埋做慈善活動。問題解決咗，做粵劇得心應手。Ank 機能再生，幫到我。我加入咗粵劇行列啊，已經超過30多年啦。咁1990年開始成立自己嘅劇團啦，一路學一路做，多謝好多觀眾嘅支持啦。一出道嚟講咧，新人係唔係太多人認識，但係觀眾好愛錫我哋，一路都支持我哋。我記得我睇電視嘅時候咧，我好喜歡睇古裝片，加上我自己媽媽咧係一個粵劇迷嚟嘅，我就會喺落鄉神功戲即係搭戲棚演出戶外嗰啲咧，見到五光十色嘅戲服好漂亮，個心好想我希望成為一個演員，同埋一個出色嘅演員。初時同屋企人講，同爸爸媽媽講咧，我想學大戲，即時一個好反對嘅感覺就係話，點解要學大戲？咁直至到去到中學時期咧，我真係偷地啦，走上去八王學院報名讀書，學粵劇練功咁咯。1994年啦，出道冇幾耐，就因為喺練習嘅時候受咗傷，但係可能有機會取消演出。我係帶傷去出舞台，我覺得我能夠行得、喐得、唱得，我都堅持繼續演出。我唔希望取消演出，因為觀眾會好失望。我能夠有一口氣，我都會踏出舞台。觀眾謝幕嗰剎那嘅掌聲係個鼓舞嚟嘅，年青嘅後生仔啦，陪住屋企嘅長者入嚟睇大戲，好窩心啊！辛苦嘅經歷啊，都會忘記晒。觀眾支持我哋要回饋觀眾。人如果唔努力嘅話咧，你機會幸運降臨，你都冇辦法可以把握得到。所以趁佢哋未到之前，一定要努力。同治療痛症同一道理，俾我有機會認識 Ank 機能再生。讓我踏出第一步，
勇敢面對痛症。完成療程之後，我可以重拾健康，痛症消失，機能有所提升。而家嘅我變得更開心，更有滿足感。我而家可以繼續我嘅粵劇事業，同埋做慈善活動。問題解決咗，做粵劇得心應手。有膝頭痛問題，淨係靠飲湯水未夠㗎，一齊聽下佢哋點講啦。膝關節痛咧，我已經有咗8、9年㗎啦。真係可以咁快 ？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極速搞掂。一種去痛技術唔需要打針食藥都可以極速預除膝關節痛，仲幫到好多人由行唔到變到行到。連出名高要求嘅孫軒、蓋明輝、黎芷珊等等都成為咗真客添啊！做咗5、6次之後，已經可以屈到腳、踎得低，行樓梯都唔再驚。仲等？快啲嚟 ，Ang 技能再生啦！我好翻晒啦，我都冇諗過可以咁快，心情係完全心花怒放。做咗7、8次之後，條頸轉嘅幅度大咗好多，亦都冇咁硬同扯住啊！化妝太耐同埋長期睇劇本係啲肌肉咧係又赤又痹，即時要唞一唞。點解我會揀 Ang 機能再生？因為咧我好怕痛，我又唔想做手術喎。但係試過 Ang 機能再生之後咧係完全唔痛嘅。嚟到 Ang 機能再生，註冊中醫師會分析體內有咩問題，揾出痛症嘅源頭，健康顧問為我哋進行機能測試，中西合璧，中醫理療師會度身訂造適合嘅治療方案，進行 RDS 極速去痛技術。運動科學顧問會教授正確姿勢，減少痛症發生，配合儀器針對痛症問題，治標又治本。佢哋係第一間企業攞到最受醫護人員信賴痛症治療品牌大獎。Ang 機能再生已經有13年去痛症經驗，成功去痛率達到95%，絕對係消痛最快、復發最少。機能再生，健康同行。關節解鎖冇難度，我都冇諗過可以咁快。做咗7、8次之後，已經可以屈到腳、踎得低。膝關節痛咧，我已經有8、9年㗎啦，好擔心以後行路要用拐杖。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好神奇啊！機能都翻晒嚟，消痛最快，復發最少。我只信 Ang 機能再生。冤痛令到我咧瞓覺都會痛醒。職業勞損、意外創傷等，令肌腱受傷或神經受壓而產生疼痛。膝關節痛咧，我已經有咗8、9年㗎啦。真係可以咁快 ？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極速搞掂。RDS 極速去痛技術針對痛楚根源，所以可以大大減痛。仲等？快啲嚟 Ang 機能再生啦！做完療程之後，我烏低身攞嘢咧都輕而易舉。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極速搞掂。我有肩周炎已經有6、7年，刺痛啦。針吉手係唔喐得，揸住啲兵器，攞起就會痛。做咗3、4次療程之後，膊頭唔再痛，隻手舉高都冇難度，令我可以繼續做到中意嘅事。仲等？快啲嚟 Ang 機能再生啦！唔使再諗住用拐杖，直頭遊山玩水都冇問題啊！去旅行啦，樣樣都玩，但會因為有呢個症咧，我就樣樣都唔敢玩，做唔到我要做嘅夢想咯。完成整個療程之後，而家已經冇痛啦，心情係完全心花怒放。快啲嚟 Ang 機能再生啦！肩頸痛、肩周炎、着衫梳頭都有困難，真係可以咁快？以前有膝關節痛，成日最怕就係踎低，行樓梯同斜路都會好恐懼。RDS 極速去痛技術針對痛楚根源，有超過10萬個真實見證。
而且成功去痛率達到95%。完成整個療程之後，而家已經冇痛啦，仲要行動自如，我都冇諗過可以咁快避到落去個手指嗰度，係影響我自己日常嘅生活。RDS 極速去痛技術做咗3-4次療程之後，膊頭唔再痛，真係極速搞掂。RDS 極速去痛技術針對痛楚根源，成功去痛率達到95%，用家親證改善痛症，提升身體機能。尾龍骨痛到背脊，去到個腳骨，全身個關節都會痛，搞到我彎唔到腰。RDS Plus 係首創獨有技術，精準揾出痛症根源，消炎修復、去瘀排酸，同時強化機能，可以向前向後彎到腰，仲可以瞓到覺，唔會再痛醒。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極速搞掂。關節痛咧，令到我膝頭哥咧會腫脹啦，冇力。做完療程之後咧，我所有嘅動作以前做唔到，而家做得翻。烏低起身啊，轉幾個圈啊，都唔覺得會痛。膝關節痛咧有咗8-9年噶啦，行樓梯都會好恐懼。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可以咁快 ？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極速搞掂。腰背痛令我彎腰好吃力。隻手掂唔到膝頭哥，可以向前向後彎到腰。RDS 極速去痛技術針對痛楚根源，大大減痛。我而家已經唔需要再俾痛症限制住我，快啲嚟 ANC 機能再生啦！肩周炎令我舉手都有困難，我好翻晒啦，搞掂痛症，我會揀 ANC 機能再生。同出邊好大嘅分別咯，入到我深層嗰個肌肉入邊啦，我做咗幾次就 OK 咯。極速消除肩周炎，消痛最快，復發最少。我只信 ANC 機能再生。個手直情過唔到個頭咯。RDS 極速去痛技術真係極速搞掂，從而做到極速愈痛療效。真係好神奇啊！完全唔痛啊，我好翻晒啦。膝關節痛咧，我已經有咗8-9年噶啦。我而家驚到咧係樓梯都唔敢行，呢個係令到我好唔開心。咁係時候立即免費體驗 RDS Plus 極速愈痛技術，頂尖科技結合傳統中醫智慧，極速愈除膝蓋痛。而家咧係完全冇問題，所有嘅動作以前做唔到，而家做得翻，行路都會快啲咯。除咗蓋明輝 ANC 機能再生，仲有全港最多真客實證，仲等？快啲嚟 ANC 機能再生啦！大家好，我係蓋明輝。我入行咧演出場數接近3000場噶啦，希望成為一個出色嘅演員。一個演員出到舞台就要好精靈，面對觀眾，謝幕嗰剎那嘅掌聲係個鼓舞嚟嘅。參與好多慈善公益啦、義工嘅服務啦、探訪老人家，對社會有回饋同埋貢獻咯。其實個使命係好重要。呢一次戶外嘅演出，成個道具係冧晒，硬裂咗我尾龍骨尾耳嗰2節，係咪就咁將我嘅藝術人生已經係完結咗咧？俾我好翻嘅話咧，我會再創高峰。同治療痛症同一道理，俾我有機會認識 ANC 機能再生，勇敢面對痛症，問題解決咗，做粵劇得心應手，真係好神奇啊！完成整個療程之後，而家已經冇痛啦，以前乜都做唔到，而家乜都做到。佢哋將我患有多年嘅痛症通通搞翻掂，完全可以幫到我逐步舒服晒。而家已經冇痛啦。咁加上佢係針對痛楚嘅根源，咁所以可以大大咁減痛。冇力啊，一步都上唔到。做完療程之後咧，屈到腳，踎得低，行樓梯都唔再驚。我幾十年嘅痛又可以好翻，好似重生咗。將我患有多年嘅痛症通通搞翻掂。你仲等？快啲嚟 ANC 機能再生啦！做咗5-6次之後，我唔單止可以向前向後彎到腰，企耐咗、坐耐咗都唔驚。我本身有肩周炎，着衫梳頭都有困難。完成整個療程之後，而家已經冇痛啦，我可以輕易着到衫、梳到頭，隻手仲可以舉高添。你仲等？快啲嚟 ANC 機能再生啦！鼻嘅針吉嘅刺痛，冤啊！瞓覺都會痛醒，膊頭咧真係硬到好似一塊板咁樣，喐都喐唔到咯。完成整個療程之後，條頸柱嘅幅度大咗好多，感覺到有料到，成個人輕咗，好舒服啊！一覺瞓天光。肩周炎令我舉手都有困難，每當瞓覺壓到膊頭都會痛醒。首創 RDS Plus 極速愈痛技術，揾出根源點，從而做到極速愈痛療效。
真係唔再痛喎，我可以輕易着到衫，隻手仲可以舉高添。可唔可以繼續工作呢？但係試過 N 機能再生之後呢，唔使再諗住用拐杖，直頭遊山玩水都冇問題啊！做咗3、4次療程之後，我可以輕易着到衫，梳到頭，隻手仲可以舉高添。喺個療程當中係睇到個進度啦，開始慢慢個手可以舉得高啦，拉鏈啊，又或者係即係隻手伸去後邊啊，都做到咯喎。試過 N 機能再生之後呢，係完全唔痛嘅，令我放下心頭大石。做咗5、6次之後，唔使再諗住用拐杖，直頭遊山玩水都冇問題啊！真係極速搞掂，真係好極速喎，極速唔痛。最怕就係踎低行樓梯同斜路都會好恐懼。落樓梯嘅時候咧，閃電痛。勞損啊，唔敢話俾屋企人聽，因為驚住佢哋會擔心啦。我做完 RDS 嗰個療程之後咧，上落樓梯冇嗰啲忽然間有啲咔咔聲啊，我好翻晒啦，真係唔再痛喎。N 機能再生幫到我。N 機能再生幫到我。N 機能再生係因為佢哋係第一間企業攞到最受醫護人員信賴痛症治療品牌大獎。N 機能再生已經有13年去痛症經驗，絕對係消痛最快、復發最少。機能再生健康同行。頸膊啦係痹到落去個手指嗰度，創個方法令我個肩膊咧係嚴重勞損，係真係非常之痛。我好怕痛。首創 RDS Plus 極速愈痛技術，揾出根源點，從而做到極速愈痛療效。我好翻晒啦！舉手都痛，可能患有急性肩周炎，嚴重更會肌肉僵硬，痛苦不堪。條頸膊啦係痹到落去個手指嗰度，我好怕痛。咁就我又唔想做手術。用技術揾出根源點，從而做到極速愈痛療效。我好翻晒啦！我可以輕易着到衫，梳到頭，隻手仲可以舉高添。頭個痹啦、冤痛啦、冇力。RDS Plus 針對痛楚根源，強化肌肉，鞏固關節，達至極速愈痛。多年嘅痛症，通通搞翻掂，值得。